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。大家好，我是年年银行，我是阿母，同齐来听送互台湾囡仔的故事。王金河，王金河，伊的名读起来敢若亲像一条黄金的河咧。是黄金，毋是王金。不过，伊为着咱台湾老老的，真正若亲像黄金共款，是非常珍贵的宝藏。伊甲这位医生孙立人宣教师，会当称作是台湾医疗历史中拯救乌骹病的黄金三卡拄。三卡拄，摕三角的意思啦。即马咱就来好好介绍这位受称作五角病之父、乌骹病病人的老爸王金河医生。王金河医生出世伫台南沿海地区的北门，伊的老爸是伫掠鱼、饲蚵仔的工作。你知影蚵仔的华语要安怎讲吗？科仔？毋是啦，是牡蛎啦。王金河对中英中学毕业了后，到日本求学。1941年对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了。继续留伫当地做医生，后来因为伊的老母患病真严重，所以伊倒转来台湾陪伴伊的老母。迄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。伊也是坐船吗？甲进前咱讲到的宣教师共款。是啊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为着要闪避这战火的攻击，船一个有开，一个无开。本来4天的行程变做6天的行程。安尼，伊伫船顶应该足紧张吧？好佳在伊有平安返来到台湾。战争的时阵，普遍的台湾人生活拢真艰苦，患病拢毋敢去互医生看。因若惊食药啊，还是注射吼？我细汉的时阵嘛是安尼呢。毋是啦，是无通生食，哪会有通晒汗？因为因连食饭拢有困难，哪会有钱通去互医生看咧？因为安尼，王医生决定留伫故乡，开一间金河诊所，帮咱遮的人。迄个时阵社会真混乱，生活甲卫生条件拢真差，无想到科勒拉也来斗闹热。科勒拉是？是华语的霍乱啦。为着避免科勒拉一直摊开，王医生非常拍拼咧看诊、往诊，因为伊是当地唯一一个有执照的专业医生。当时有一个真感心的小故事，迄时因为真散乡，有人看病了后无法度来纳钱，王医生就互因先欠的，等甲因有钱的时阵才来纳。不过嘛是有人纳袂出来，所以伫年底结算诊所的效簿的时阵，王医生就甲诊所的护士讲，所有欠医药费的患者拢甲伊取消，亲像拢无欠共款。因为安尼，因明年有需要的时阵才敢来看病。这种做法甲义诊是相共的呢。孙立人女士。这位医生也是安尼，莫怪互人叫做是三卡拄。对啊，来讲一个小常识。以前咱会讲护士称呼护理人员，不过现在爱用护理师来称呼因哦，因为因摕到这个执照也是真无简单，爱会记得这件代志哦。话讲转来，拄则讲到科勒拉足严重，后来敢有解决这个问题？多谢你提醒我。迄是因为王医生的努力，科勒拉的疫情有渐渐来稳定。不过，代志无你想的遐尼简单啦，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。哈？就是人算不如天算，科勒拉才拄结束，有一个病佫出现啊。讲是乌骹病。哎哟，你哪会知咧？因为你头前有讲王医生是五角病之父啊。你的记忆力有够好呢！迄时沿海地区就是台南的客家、北门、嘉义的布袋、义德，出现一种特别的病，就是乌骹病。现在我来讲为什么有乌骹病，这段较复杂，爱认真听哦。
当时遐个百姓拢是抽地下水来食，因为因毋知影水个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砷，这是有毒的物件。若是人长期食着即种物件，会影响到咱的血路的循环，甲末梢神经。一段时间了后，人的骹就会变乌、变臭，甚至是烂去。这也是即个病叫做乌骹病的原因。伫迄个年代，得病的人拢毋敢出门，因为骹会变做乌去，大家就会用特别的眼光来看因。安尼甲顶一集的汉生病共款呢，得病人拢毋敢出门。是啊，王医生也甲孙丽莲女士共款，主动去到病人的厝，替因看病。不过当时因为安尼，有真侪人耽误着治疗，致使因爱顾起因的骹，若无可能会感染来过身死去。顾顿骹就甲迄个咱台北医生迄集共款啊。唉，对啊，不过现在毋是连连看的时阵啦，你先等我讲好了。当时的医疗资源真欠缺，人工嘛真欠缺，会当讲是规个庄头只有王金河一位医生。不过真拄好的是，迄时忽然出现一个外国人富兰克林博士，伊去台南新学院参观拜访，看到乌骹病的严重性，就主动联络到孙丽莲宣教师，甲伊讲即种的情形。孙丽莲女士听到即个消息了后，随时联络到王医生，因就开始讨论，亲像安尼。我听到三个人讲话的声呢。你的耳孔有够来呢，这就是黄金三脚拄成立的开始啊！谢伟医生负责开刀，王金河医生负责开刀了后的照顾，孙丽莲女士负责提供资金。因伫金河诊所的所在设立一个乌骹病的免费诊所，叫做林敏的门。这个诊所相关的记录是收留80几个人哦。乌骹病的病人因为感染的所在真痛，痛到伫病房拢海海惨。什么是海海惨啊？就是华语咧讲的呻吟啦。为着要爱互病人较轻松、较爽快，王医生就会到病房教因安怎唱圣诗，因为唱圣诗会互这个病人暂时袂记得身躯的痛痛。安尼，王医生实在是真有疼心，我嘛来录一排爱心互伊。伫基督教的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对啊，王医生就是安尼，伊看到需要的人就主动去帮助因。伊看到骨长脚的病人行路无方便，就主动爱因来行路。伫边仔的医护人员看了真感动，也对着王医生安尼做。安尼，王医生毋若是干那有疼心尔，阁真有影响咱呢。除了王医生、王医生娘毛碧梅女士也付出真济哦。当时得乌骹病的人拢是散赤人较济，王医生娘拢会免费的煮3顿饭互因食，也为着因来祈祷。有的家庭因为经济问题，无法度替过往的亲人办理告别式，王医生就会去3行买木材，佮亲手顶棺柴，找墓地，互过往的人。然后甲诊所的同事、教会义工同齐，扛棺柴送过往的人最后一站。歹势，你拄则讲伤紧，你讲迄个3行是啥物啊？3行就是木材行，两个其实拢会当安尼讲，不过大家普通时候拢用3行来讲较济。咱继续讲，王医生有时间就会去看遐个顺利出院的人，不过伊发现有真侪人因为治疗的需要来固定伊的骹也是手，致使到无法度来掠鱼。只有会当做乞食来生活。安尼，因为即个病，因的生活完全改变啊，一定足歹适应吧？是啊，王医生也感觉真心痛，
真毋甘。所以王医生主动向政府来申请补助，顺利连女士向美国甲教会来募款，因伫诊所的边仔成立手艺草笑工厂，互遮个人出院了后会当有一个工作趁钱的机会。王医生安尼爱看诊、往诊，伊阁有时间通处理工厂的代志吗？所以规个手艺草笑工厂拢是王医生娘伊在负责的，因为伊也会晓裁缝甲刺绣，王医生娘会教大家遮个技术，而且佫将因的作品摕去互百货公司卖，甚至外销到国外。安尼，王医生娘也为着遮个病人付出真济呢。是啊，王医生夫妇虽然代志非常的多，非常的无用，不过因配合了真好啊。王医生负责看诊，王医生娘负责诊所内面的其他的事务，譬如人事的管理啦，也是买医疗用品。啊，阁有拄则你讲的迄个手艺草漆工厂啦。无毋对啊，除了这个工作，王医生娘也真用心咧照顾因的家庭。你约看卖，因有几个囡仔4个？毋对，是9个。所以王医生娘真正是非常的无用。不过，伊安尼做也是咧为着要互王医生会当专心来照顾病人，毋免操烦其他的代志。王医生娘安尼真伟大呢！若毋是安尼帮衬王医生，可能有足侪患者无法度受到好的照顾。因两个人真正拢是台湾的祝福，感谢有因的付出。王医生一世人拢咧照顾乌骹病的患者，连伊要退休的时阵，也搁咧处理患者转院的代志，就是毋望伊的患者，不管伊去到倒落，拢会受到上好的照顾。王医生无因为病人是好野还是散车，就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对待因。伊甚至帮助遮个散车的囡仔去读册，因为伊期待透过伊的帮衬，互遮个受帮衬的人感受到温暖，然后因也会当去帮衬需要帮衬的人。伊也是一位台湾好医生。这位台湾好医生伫81岁的时阵得到仁医济世的匾仔，是对当时的李登辉总统颁予伊的哦。乌骹病已经顺利伫顶一个时代结束啊，不过这个故事拢有保存起来哦。大家若有机会就来参观，地点是伫台南的北门乌骹病纪念馆。下一集咱要讲廖继春的故事，伊是粉红色的画家哦。下一集爱订阅，而且开这个铃铛起来，才能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。我是年年英翁，阿母，祝你平安。